哇，我们就业列车已充满电，在3月26日上午9点开向彰化区多功能的职缺，祝福求职者就业成功，顺利找到理想工作。支付劳工局特别设计这台就业列车，透过所有贵宾的充电器来充饱电，向前3月2日就将开向生化文康娱乐中心，举办今年第1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根据了解，今年汇集人口厂商的求职需求，总共提供7077个工作机会，其中61间厂商借出4300外职缺，拢是超过3万块以上。希望为厂商找人才，为市民找头路。台南市的失业率，在6都里面是最低的。那台南市的劳动参与率在6都里面是排第2的。这些都是有赖劳资双方还有政府机关大家一起努力。在劳工方面，我们很感谢许多的市民朋友们，当他们要职场做转移的时候，都会想到利用政府的这个服务功能，包括劳动部还有包括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我们都有许多的就业辅导中心所以说来就业辅导中心或参加我们的就业博览会，就能够这个让大家找到可能最喜欢的这个工作，也让企业这个不管是伯乐，不管是千里马中间都能当起最好的桥梁。根据了解，台南市的110年失业率是3.9%，不止比全台失业率较低，竟连续3档拢是6都上低。会中市长嘛一一感谢南科管理局、生化公所以及这精才厂商等各界来协助办理这摆就业博览会，并且鼓励求职的民众做伙来台南吃头路，安居乐业。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